为血液循环不良，有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很多小中风，那不见得我们会发现的小中风。那累积多了，可能也会有失智的现象。啦，时间了，但有这种不管你老咧，你失智症这种拢会唔记得吼，师傅都蛮清楚。失智的健忘可能被提醒后就还很坚持，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听话讲诶，我记得嘛，事情啊，失智症的因啊，一开始啊，可能只是看起来像一般的健忘。像呛温先生阿兹海默症有哪一条的针头？对于其他，那这些其他的这么多种其他里面，常常有些是可以治疗的。大家好，欢迎收看维基百科，在进行口一线听诊讲，有听到点人全部有讲到进行口的问题。今日我就同大家来空田上来讨论进行口的问题。也几多年来，台湾的老人家进来进到，这老人家的记性会较差，这是正常的现象，嘛又到是所谓的失智症，这就会造成对他当事人、对家人、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今天就开始同大家来讨论失智症的问题。现场还有3位学生的嘛对这议题情有兴趣，请我空点燃，接下来就请他们来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马彩优，我有看过我上央我七家。大家好，我是陈冠，我有看过脑海中的橡皮擦。大家好，我是林眼睛，我是看过被遗忘的时光。哦，你有全部有看过相关的天然哦？你有看过明日的记忆了天然吗？有啊，我有看过啊，你都有看过吗？渡边谦也该哭。嘿，像情况，你下就做得来上课咯。我大家来先看看明日的记忆的片段。次に言う言葉を覚えてください。桜、電車、猫。桜、電車、猫。今のは後でまたお聞きしますので覚えておいてください。大家全部有看到点燃的内容哦。我们先来聊聊别的事情，等下转回来电影的内容。你都有过你记得马甲事情的经验吗？有啊，我常出门我唔记得带锁匙呢。那么就一张朋友啊，佢都发圈不用啲两位啊，佢都问那钱都钱忙，佢都讲唔係啲人數兩位，佢都講哦，佢都感覺真好笑咁樣。就我鎖匙插到門當唔記得帶走來了。其实你都有记得的经验，其实就表示记性还不错啦。真正健忘或者失智的，连自己又记得，俩经验没记得俩电台的俩经验。台高兄不又记得自己不记得自己健忘这样的经验，这表示记性还很好。真正严重的健忘期不记得自己忘记这件事情。那大家知道正常的老人的健忘，或者一般年间也会出现的健忘，或者失智症的健忘有怎么样的差别吗？我有看过该连续剧啊，里位都会老人家从我唔记得全部下来录。失智症怕迄连亲人都唔认得，係嘛就一隻就是舅舅的乾爹，佢都係還會打人，都唔認得嘅，會打人，係罵人那種。唔過種日的啦，時間了，但有這種不管你老咧，你失智症這種攏會唔記得吼，師傅都蠻清楚。係，這樣像你都講誒，你記得如認等因，這是也係嚴重的失智症會出現誒。那一開始可能就會忘記剛發生的事情，那跟一般的健忘比較大的差別是，一般的健忘或者老人甚至正常老人退化的健忘，可能被提醒以後就會想起來，那也不會因為這樣子就生氣。那失智的健忘可能被提醒以後就還很堅持，根本沒有這件事情。他話天然又講到上紅3個東西，
你都还记得是哪3个东西吗？樱花、电车、猫。哦，这样不记得，就记性很好啊。那其实有时候忘记，刚没有特别注意的忘记也是合理的啊。那你们知道失智症有哪几种吗？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是吗？有些帕金森氏症会有失智的症。俺弟拢本伊就讲清楚。那失智症啊，在医学上啊，我们通常会区分成退化型的失智症、血管型的失智症，还有就其他不能归类为退化型或血管型的失智症。那阿兹海默症是这里面单一疾病最多的，那也占它是属于退化性的疾病。那帕金森氏症可能导致失智的症状，但是我们不见得会把它放在失智症里面，因为它的主要症状可能不是失智。那所谓的血管性失智症可能包括中风后的失智，包括有一些不见得有大中风，但是因为血液循环不良，有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很多小中风，那不见得我们会发现的小中风，那累积多了可能也会有失智的现象。那所谓的其他则包括中毒，包酒精中毒、药物中毒，或者一氧化碳中毒，那或者是营养不良，可能维生素 B 和叶酸的缺乏都可能会造成类似失智的现象，或者贫血，或者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或者是感染，这些都归类于其他。那这些其他的这么多种其他里面，常常有些是可以治疗的，相对而言就是血管性或者退化型的失智症，可能我们有办法让它改善，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治疗到恢复。像请问先生，阿兹海默症有哪一条的征兆？你都听下讲的，你记得死检、清头路，了全部的阿兹海默症的症状，还有哪些？我都空铁单空医有空到下面整条。なんだってよ！お前一言だと思ってんだよ！病気見つけて嬉しいのか？ノルマあんのか？あなたね、落ち着きましょうね。いやもう！おいや！あなた！你都有听下空了田然又空到嘛个主角左膊右马失智的症状吗？左膊佢本身上看家下冇办法记得简单的事情，一次都动减少。左膊吼，佢生发中的太少方式吼，都无法度处理好安样。佢亲像拄要骹要接受啦，无安心，拄要上讲偏要落海去。伊都观察都挺好，就看到佢有哪些症状吼。伊头下讲的，你记得嘛？事情啊，失智症的因啊吼，一开始啊吼，可能只是看起来像一般的健忘，还严重的时间，可能头下有啥嘛个事情咪像唔记得，你下可能有唔记得係嘛個時間，係幾月幾號啊？係幾點啊？像唔記得啊？唔記得自家幾多歲？係嚴重嘅時間可能就唔記得點係哪位，係自家嘅哪位都就唔記得，就不卡是就冇辦法嘛唔記咧啊！這家中間可能嘛係要到。新發嘅大事情都唔知點辦處理，買東西咪唔記得去付錢，還是講打掃啊、洗身軀像唔會咧，
最严重，係因從時間就係五期定音，到最嚴重可能係五期的自家係馬港音，它是最嚴重的時間就係安尼。簡單的說是，時間先會先五期的，然後可能係五期的自家的那位，五期定音是最嚴重的時間就會出現。大腦退化以後，慢慢記性會變下差，他生活的事情嘛，五期的情緒嘛，也會失去控制。那如果最嚴重的時間啊，可能且不見得是會發脾氣，可能是完全沒有情緒、冇反應。就看醫生啊，配合醫療啊，心臟啊，或者較緊張，安尼較好照顧，較袂退化。先生，我想問吼，那喺我哋屋卡就按用喺老人家，然後要辦留佢天數。失語啊，唔會講話啊，即全部都在講係失智嘅部分啊，會從帕金森氏症中間嘛會出現喊喉啊，會顫抖啊情形，還有其實會下抖嘅幻覺，嘅老人家吼，憂鬱症和失智症。喺度冇有時間嘛分不清楚，憂鬱症係嚴重嘅時間嘛控制行咯。想問講個阿茲海默症啊，個眼睛係嘛個咯？啲行喺度嘛唔係全部啲係嘛個原因啦。可能跟發炎啊，是有可能有一些神經傳導物質叫乙醯膽鹼的有關係。好，在死後的腦解剖，喺度做啲看到有按到amyloid protein 就是澱粉樣的套蛋白斑塊，好，那可能會出現在腦神經元裡面。那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生病的神經元有一些跟健康神經元不一樣的狀況。那從更大的範圍來講，那一個比較檢控的神經元啊，可能會像是這個樣子的啊。那有不平的神經元，可能就會有啲叫神經元纖維糾結啊，皮質嘛會萎縮。那這個應該是髓鞘啦。那大腦的皮質啊是神經元的卡度的萎縮，所以那所謂的皮質萎縮可以看到。可能是像啲係正常嘅，啲係有阿茲海默病嘅，啲正常嘅是比較飽滿，大腦好飽滿，神經元好充實，表面顏色比較深的地方就是皮質，好，那最嚴重萎縮的皮質是海馬回的地方，好，大家就會萎縮以後，叫做腦室，變下台，那他們係腦室，就叫側腦室。那個紋路大腦紋路線進的地方嘛會變態，就像那個水溝變寬一樣。哦，大腦不只負責記憶嘛，那情緒啊，會發脾氣，不會發脾氣啊，平常生活中啊會記得食碰啊。隨性，那全部嘛跟大腦有關係。大腦退化以後，慢慢記性會變下差，他生活的事情嘛，五期的情緒嘛也會失去控制。那如果最嚴重的時間啊，可能且不見得是會發脾氣，可能是完全沒有情緒、冇反應，這就最嚴重的時間。
跳下讲的是阿兹海默症。除了阿兹海默症，还有血管性失智症。血管性失智症，是做咧讲系中风引起的。那中风可能是台的中风，一次可中风的提供的负责记忆的记性就会变差，然后负责运动控制就会变差，那负责情绪的情绪就会变差。那可是这整个都是大脑认知功能，可能就看起来就部分都会就有点像失智。那只要影响符合失智诊断，记性较差啊，是生活功能变差啦，失语啊，唔会讲话啊，这全部都在讲系失智的部分啊。为中风可能跟糖尿病啊、高血压啊、饮食习惯全部有关系啦。所以注意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习惯，那避免高血压、糖尿病要好好食药的控制好，就可以走在避免血管性失智的情形。那台中风没有很多次的水中风嘛，可能会让引发失智的情形。这种血管性失智症啊，的台湾、的中国、的日本，从外比欧美国家下都。先生，我想要问吼，该罗宾威廉斯啊，其迄路易氏体失智症啊，迄帕金森氏症安样？请混淆了哈，因为这有很多相似的症状。帕金森氏症一般讲是运动的问题，会发抖啊，会喊路喊好啊。那可是到下末会嘛可能会有失智的情形。那路易氏体啊中间也会出现像帕金森氏症的症状，也有失智的问题。那可是路易氏体它有一个挺特别的在解剖上就叫做路易氏体，这个是在细胞里面的很小的东西。那有人说叫做阿法神经元蛋白。那加路易氏体的路易斯巴迪，在路易斯巴迪disease到底占什么角色？你还已经很了解啦。路易斯巴迪disease跟阿兹海默和其他的失智症有某种的地方，一早是从提到会从帕金森氏症中间嘛会出现喊吼啊，会颤抖啊情形，还有其实会下倒的幻觉，尤其是视幻觉。像咱明日的记忆天然地位嘛，有一段可能是视幻觉的片段。来到来看一下。あっちの奴らに言わせると、わしはボケだと施設に入れたのかしら。何がボケだ。わしはボケてなんぞおらんぞ。そんなことは俺が自分で決める。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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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的爸婆啊，有人讲伊迄忧郁症，没有人讲伊迄失智症。啊，那两种病，迄毋迄加送，要本人搞唔清楚。系啊，老人家，阮来到未有时间未搞唔清楚。忧郁症，有当影响严重的时间嘛会空气记性较嘛个事情嘛很记得。可能会较会发脾气。失智症又刚开始的时候嘛，空气就莫会叮咚，莫会甲别人讲，莫会讲别人讲话。的老人家忧郁症和失智症
那种嘛有时间嘛分不清楚。啊，忧郁症还严重的时间嘛会空气下降，嘛可能空气记忆较嘛个事情咪唔记得，也可能係佢心情唔好嘛不关心的原因嘛。失智症又是嘛一开始嘛可能会出现对嘛个事情都不想做，可能心情唔好，冇系同别人讲话讲不会安嘅心情，加可能嘛倾向很像忧郁症，所以就老人家加情难分啦，个空下求到就空会出来啦。那度嘛有时个嘛会先吃看忧郁药啊，食了又较好，可能就是忧郁症；食了冇较好，可能就是失智症。那你下失智症没有很好的治疗啦，可以延缓退化啊，从加时退化情形就冇讲走在蹦机恢复的药啊，你也还冇。先生，我想问吼，那喺我哋屋卡就按用喺老人家，然後要辦留佢天數。屋卡要安樣啊，就看醫生啊，配合醫療啊，心房啊，或者較健康，安尼較好照顧，較唔會退化。啊，其他的人啊，吼照顧人嘅人嘛，好好照顧自己啦。有人講要唔好講有在因失智，有在因個調憂鬱啊焦慮啊那種唔好咧。啊，可是咧就跟資源分配啊，不卡優先啊，冇錢有關係啊，不卡下優先啊，有人嘅退休金下到，就得可能會請外勞來照顧。那可能唔係嘛，大家因攏也有錢就這樣啊，唔係有人可能不卡下有錢嘅，可能可以一個人唔會做成我從前在不卡照顧老人家，可是唔係大家都會啊，所以。政府厉害又推動長期照顧啊，這是就可能就針對那種需要照顧的老人家的一個可行的方式啦。國家嘛要消耗一些預算啊，國家資源分配等等的問題，這些都是有關係的。接下就是孔田然講進行以後，希望大家對失智症有較多的認識理解啊，做得對。病人下都會包容支持，以下就下課咯，希望大家。